关于皈依的部分呢，就是什么叫皈依？什么叫皈依三宝？因为皈依是一个佛弟子啊，他就是自己成为一个正式的这个佛教徒的最低的标准，也就是他从皈依开始，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佛教徒啊，用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皈依呢有没有很难？有没有这个很多的要求啊？其实呢，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的，因为皈依是你就皈依一个师父，但是师父这是一个就像结婚的时候的真人一样的一个角色啊，真正要忠诚的。真正的结婚的对象，并不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在现场的那些牧师啊、什么这些师傅啊这些，而且是你的结婚的对象另一半。所以皈依的时候，真正皈依的对象就是佛法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再加上皈依是一个宣誓啊，所以就一个承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要做一个三宝弟子，就正式的这个入党一样。所以就是这个要记得。所以呢，就你无论是在公开或私下，都你自己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佛弟子的身份。但是你做一个佛弟子之后，也并不是说是要跟其他的宗教或其他的朋友要起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一个冲突并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很正常，你可以过就是往来一样的生活啊，甚至呢，你原本是一个吃肉喝酒的人，皈依之后也可以继续吃肉喝酒。这个呢就因为呢在皈依的基本条件里面，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禁止这个吃肉喝酒，要远离红尘等等的那个概念。但是当然呢，你这个学佛学到一定程度，你就是要受这个那个叫什么缘解居士啊，有更多的这种自己的一个修行上的要求，这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做那种修行的一个要求。但是最起码你就是不放弃三宝啊，就是不放弃三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就是你偶尔能够想起佛教那个佛法僧，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空，然后呢，就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很广的啊，最起码你就是有时候偶尔有空的时候，你就是念念这个般若心经啊、金刚经啊。如果是你信这个密乘的话呢，就是你念一些这个密乘的，像金刚萨埵啊、莲花生大师啊这些仪轨，或者心咒，我们把这萨埵吽、我们的半面吽，就那么简单的啊，我们的半面吽就其实是可以的。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你有时候啊，是偶尔呢，就是你就有机会就学习一些佛法，慢慢的这个参与一些佛法的这种课程啊，这个共修啊，然后就是如果有机会参与这种共生啊、布施啊、放生啊等等，这样就慢慢你的实际的生活开始接触到佛法的生活，那就佛法的生活已经在你的生活里面了。然后慢慢就是这是一种相应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就是会感受到这个佛法的价值。那个时候就是很自然的，那你会有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和对佛法的一个态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要想那么多，但是最起码的就是皈依就是皈依三宝，然后就是皈依佛法僧，就是这样的。阿弥陀佛，这是对的。